有弄到口罩，很抱歉。这就是我上次口罩交给监管。昨天考口罩的时候，我以为它全部都化成灰了，没想到还是有一些，很抱歉。这就是我上次口罩交给监管。说一下吗？就是昨天考口罩的时候，我以为它全部都化成灰了，没想到还是有一些。真的，我觉得，这个就是刚刚口罩的通常我们炸出来是这样子，就很简单的可以吃。你们还敢吃吗？看到没有？这有烟出来了，就是显然是我昨天的那个实验，后来里面还有一些残渣在里面。好，所以也不要吃了，就这样子。这是通常正常的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看起来有，看起来啊，但是为了安全不用。不要吃了。我应该是蒸完口罩之后才先拿。对，就是昨天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可以看到吗？就是口罩它的我猜是它的松紧带融掉了。很多网友上来攻击我说你白痴啊，不是，也不是白痴啦我也知道正确的，而且我在家里就是个会烧饭的大妈比阿中部长厉害一点，你知道这个叫做烤架要先放这个下去，然后有没有人有用过的口罩？味道很糟的，所以就把它放下来。记得不要放水哦，一定不要内锅。要内锅吗？不要内锅吧？要啊。好。Really？ 好，那从头开始。因为照理讲，我觉得干蒸的话是不需要再内锅。我不知道，因为你没有放水，为什么要内锅他们不知道有没有测试过这样子这个叫做烤架，所以不要去接触这个锅底，然后再用内锅，再放口罩放下去 ，OK， 盖起来，记得一定要按开关要按开始，3分钟，3分钟之后，香喷喷的，还不能够打开哦。记得，就像客家人蒸年糕，我母亲告诉我说，年糕你不要随便乱掀锅盖，所以你要撑5分钟，才可以掀这个锅盖，一共8分钟，就可以拿出一个香喷喷的，听说味道还不错的阿中部长正式推荐过的干口罩。